各位朋友，大家好！分享苏看村民大会，喺卢卡夫区呢，已经有嘅水皮厂、欧洲水处理厂、垃圾掩埋厂，还有焚化厂，更加还可能会加起一只盐碱混合物资源废塑分类处理厂。唔嘅反应我系乜嘅呢？当然系反对嘅也好。一个所在喺台中南屯哦，虽然台中市环保局讲也係目前客廳愛去，愛來聽民眾嘅意見。不過當然採啲鄉親係反對嘅呀，反對都唔去嘅嚇。咁人哋去嘅必要性有睇難呢？今日都會來討論一個話題，馬上來到我哋嘅節目現場。開會了！村民大會今日來到台中南屯，我哋要討論嘅係採體有可能會去鹽鹼混合物資源廢塑分類處理廠嘅相關議題哦。雖然目前客廳會去，不過採體鄉親聽到嘅路非常緊張哦，已經真係持久費。韓國連福區內嘅一個精密機械燃氣嘅廠商，伊呢也係過緊張，也係反對嘅喲。伊呢簽社會有壓點，如係講比如講伊呢咁講，會去嘅一隻位數哦，係入到台中嘅門面。弄做的戲呀，安尼嘅東西，韓國呢，愛戲如果講講一個沙沙茶會過上過下，韓國講講會有粉塵呢一個問題，特別大家也會說哦，一個對水係咪會有乜嘅污染哦？我哋今日如果來討論，先為大家紹介我哋今日嘅來賓。首先介紹的是台中市環保局莊永松副局長。各位鄉親，大家好。謝謝副局長。接下來呢係台中南屯的採體人哦，也係好樂客，也係社區規劃師江慶洲先生。各位鄉親，大家好。謝謝。接下來介紹是中興大學景觀與油氣學位學程董建宏助理教授。各位鄉親，大家好。謝謝，也非常感謝哦。現在非常熱哦。歸陽影，可是很多在地鄉親都來跟我們一起討論，也看得出大家非常關心這個議題。雖然還沒有確定是不是真的要建哦，我哋都先來看一下一個我哋記者所做的新聞報道，來了解一下採體居民韓國一個精密機械燃氣呢廠商主要嘅受理係乜嘅？一片係台中市南屯區台中精密燃氣重要嘅村以後之一，選項吊定幾條泡布條，表達定南屯居民嘅不滿心聲。因為呢啲將近0.5公頃嘅土地，就要設置鹽草廢棄物處理廠。因為我呢片文山里當多就有垃圾掩埋場嚟啦，還有啲工業性嘅附圈啦，還有精密燃氣嘅啲料，就當日柴村因為柴造成空氣污染。環境的污染對於文山里影響動態。而家都本來這種建築事業廢棄物都落嚟那邊因為文山里的生活品質幾下子降下去咧。焚化爐，然後垃圾掩埋場都得鴉片啊，那鴉片害人也是兩樣的吼。感覺講這些都唔會離不開我們，這邊的環境也會受到影響。南屯居民無按反對。主要係因為境內已經有焚化爐、垃圾掩埋場、污水處理廠、水配廠，按多年來受到污染嘅艱苦。然後又要增加鹽草廢棄物處理廠，見證件當然就少。另外，呢個鹽草廢棄物處理廠要委託精密燃氣地帶，當中業者也順利同意，因為可能會造成污染嘅設施投入片。將來會造成我們的空氣品質的污染，還有沙塵也會很多。更會影響到我們整個機械的整個精度，因為精密機械是中部地區，尤其是台中這裡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鎮。然後整個機械的大門口被一個垃圾場來做到這裡，所以我們所有的廠商幾乎都非常的反對，大家誓死抗爭到底。台中精密燃氣目前有90間廠商進駐。也唔願意自家嘅投資本廢棄物處理廠影響，甚至也設立燃氣地帶12000個員工嘅空間。雖然呢擺鹽草廢棄物處理廠業者係合法申請，不過，居民同精密燃氣業者嘅抗議之下，相關主管單位可能要多多思考。
好多小可看到的菜地详情的受理哦，当然我们今日来到台中南屯，如果屯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哦，台中南屯呢球名很多来头点，如果以前有几道大铁的，主要是打一个农用的加拉福斯哦。故说球名来头点，面积是31.26平方公里。喺台中市的29个区，係白天19台，人口有16万1000人哦。喺台中市第6度的一個體現的區域當中呢，有25里565里哦。吼，我哋今日主要討論看到也按到文山里吼。如果我们今日留样嘅蔬菜地，你看，如像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这边已经有垃圾掩埋场，有焚化炉，有污水处理厂，好，那整个南屯，你看这边还有水肥厂。那这边以前都是处理旧台中市哦，很多我们不要的东西都是南屯这边在处理的。那现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可能要再造这个在建造营建废弃物的处理厂，那预定地就在这个焚化炉附近，所以当然可想而知，在地乡亲都很非常受理哦，大家都很忧虑，就是为什么我们这边就要容纳那么多的废物呢？哈，那当然一开始就想要先请教我们副局长哦，就是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大家当然会愁说，为什么都要建在这个地方？那建这个营建废弃物它的分类处理厂，这个的必要性在哪里？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因为它依照台中市奖励投资公共设施办法里面来申请。那申请的过程中间，我们必须要公告1个月。这个1个月里面呢，我们在文山地区的办公室，还有区公所、台中市政府，甚至于我们在台中市政府公报来刊登相关的讯息，同时我们也经过媒体来做一个传达，让所有的乡亲能够得到相关的讯息。所谓的某一个厂会在这里营建土石方，让大家来表示意见，然后我们会收集大家的意见完了以后，来做相关的审查。依照审查的结果，如果准的话，我们会继续来做相关有所谓的设厂、操作、试车的一些程序。如果不准的话，这个案子就在我们的审查的第一阶段就给他一个终止。好，谢谢副局长。接下来就要请问阿啾哈，感觉环保局其实是被动的，就是因为奖励大家业者可以投资公共建设，所以业者当然可以提，那这个地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感觉刚刚副局长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如果大家反对，感觉就是不会做。那其实看就是知道大家一定会反对嘛。那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因为你也是台中在地人，南屯在地人。那其实我们还蛮难想象一个里有那么多处理废物的，有焚化厂，有掩埋场，那这么多我们说邻避设施，这个翻译其实很好嘛，就是不要在我家的后院这样子，从这样翻过来。那你自己在地，这些邻避设施对你们在地人的感受是什么？大家应该先来思考传统咱讲山顶这其实是低度开发，甚至于是原貌的森林来看我们南屯 K 西地区这边总共的居民有3万人，精密园区我们的那个员工大概有1.2万人，还有包含岭东的学区将近要1万人，这超过5万人每天在这个区块过去如果没有是很低度开发，也没有这样的邻避设施的话，其实对这个区块的影响很少。可是如果这样的邻避设施，每天的交通量对这5万人来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在我们的都市发展，甚至在都市设计，其实要因应这样的人口的增长，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甚至于我们认为，同时一直在推行所谓的社区营造，其实公共设施还有一些邻避设施的设置，其实要倾听在地居民的一些心声跟意见。好，那接下来请问董老师就是刚刚阿啾也讲到，其实重点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可能人口没有那么多，那当然我们很多邻避设施就是找那个邻居很少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说有16万人了嘛，那人也越来越多，当然他
是不是就要重新考虑？事实上，我们在谈邻避设施的关键就是刚才大家讲的嘛，就主持人提到不要在我家后面最好，因为这是一个嫌恶性的设施。对。那嫌恶性的设施，我们就是去思考，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嫌恶性设施的出现，是因为都市发展的结果啊，就如同副局长所提到，因为我们社会进步、都市发展了，所以我们有一些生活上的废弃物，它必须要找一个地方去处理。对。那过去的处理方式当然就是找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所谓开发价值比较低的地方。可是我们要去思考，是说这些地方或许在过往的体系或过往的思考里面，认为它是最没有价值，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就把它放在那里。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回来看，在今天这个生活时代里面，南屯区的意涵，它过去其实就是支撑着整个台中地区、中部地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那它也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环境。那么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丢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把下一代的子孙可以用的土地、下一代子孙可以生活的环境，我们把它破坏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是说，我们常常在讲说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种所谓的牺牲的体系。可是我们就要去问说，为什么是永远是某些人被牺牲？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好像就是一定要放在某些地方这些背后的逻辑我们要先去想清楚。那第三个，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我们是要去问说，那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南屯过去可能没有什么人，可是现在，比方说刚才我们阿啾就有提到了，已经将近5万的人口在这附近生活了。那是不是还是过去的思维呢？然后再来新的科技技术，难道我们就只有这种处理方式吗？我想过去有很多我们认为进步的政策，事后都证明是错误的。比方说焚化炉的政策现在都证明是错误的，因为随着台湾人民越来越会做很好的垃圾回收，其实焚化炉现在没有东西可以烧，所以我们要去思考的是说，这一些我们认为必要性的所谓的邻避设施，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新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些转变？接下来我们就来开放第一波，就是请乡亲也来发表意见哦。就是你们听到这样子的消息心里是什么感受？胡市长推动的低碳环保城市，还有以前要设焚化炉的时候，林波龙市长承诺过这个地方这个地点虽然是垃圾场预定地，以后不可以再做垃圾场使用，有承诺过，所以市政府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要政策延续，要提升环境保护，抢救生态。那么市政府各部门跟环保局对这个的应变措施是什么呢？我建议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来拒绝这个案，拒绝此案，设置环保生态公园，确保金蜜园区的门面，或是说环保局在外面到处租办公室，倒不如建一个环保局的办公大楼，就近服务大家。这是我们南屯人的心声。好，谢谢你。还有没有哪位乡亲？好。这个垃圾处理厂在我们这边已经40-50年，跟我年纪差不多。我来文山也30几年了哈。本来是讲的是13公顷，那13公顷我不晓得这个块地有没有包含在13公顷以内。好，那如果有的话，那您指的是什么的13公顷？就是垃圾处理厂的面积，包括加起来13公顷的面积。那如果有的话，就像陈先生讲的，我们的里民住在这边的原住民讲的，就是把办公厅移过来，免租金，把这些租金全部回馈给里民，这是一个最好的，不要四处去租这个办公室的，一样来体验我们这一些居民住在这里的生活品质跟粉尘、落尘，这样。谢谢。还有没有乡亲要发表意见？来。文山地区既有的这些大家都有提到的设施，像焚化炉，像还有其实旁边的工业区，还有我们现在人口慢慢聚集带来各种交通流量的这种汽机车废弃物，排放的废气，都会造成我们这个呼吸道疾病。如果现在再加上一个这个营造废弃物的处理，它带来的粉尘，我相信文山地区的这个空气品质
一定会越来越恶化。现在已经是每年良好空气品质已经不到100天了。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很多我们感觉不到的部分，就是重金属，还有致癌物的，最主要是带药性的污染。这东西其实都是一点一滴在渗入在我们的饮用水、我们的食物里面。其实就过去这几10年来，从垃圾掩埋场到这个工业区的设立，还有焚化炉这些排放出来的化学物质跟这些大药性，对居民长期都会造成像肾脏功能啊、肝脏功能影响，还有这个儿童成长发展，它对于他的脑部功能发展，还有就是罹癌风险的增加，这些其实都是长久会对居民造成很深远的影响。好，谢谢。这个是从医生对于采体的角度来看，其实也做得想象啦。如果俺头都讲到亚文山里这个已经有按多嘛个掩埋场啊、焚化厂啊，还个欧洲水处理厂也很多东西。当然讲以医生的角度不过非常效率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副局长可以跟我们回应一下？还有包括说，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以您的专业，这种营建废弃物的它的资源回收的分类厂，它对乡亲朋友他们的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吗？跟乡亲报告哈，因为从市面资料看，它是不用环境影响评估，免环评。从它的市面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所谓的洗车，有所谓的造势的一个集成器，也有所谓的脉冲式的一个集成设施。那这除了设施完了以后呢，它对于它的堆置场必须要依照所谓的易散源管理办法来做相关的洒水或覆盖。那这些难免都会有一些混存在。那我们现在最主要不对于厂商的设施有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来做相关的定调，因为最主要它还没有准跟不准的一个情况。但是也跟各位报告，如果它准的话，环保局会要求它在它的进出口、它的投料口，甚至于它的堆置场做相关的监视系统，来连线到环保局，环保局随时来做监看。如果发生到有所谓的混成或是不符规定的话，我们会马上来停止它的一个施工。好，谢谢。刚刚副局长也有提到粉尘哦，那我们就要提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很多。这附近有那个精密机械园区，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厂商也非常担心哦，大概在这个附近会有粉尘。那因为是精密机械，所以大家会非常担心。那精密机械的科学园区，其实它是08年底完成，然后开发面积有将近125公顷哦。那第一期进驻厂商有90家了，第2期预计进驻42家。那我们今天呢也有园区的厂商哦，他们也非常担心，所以想要来发表意见。我们是不是请有没有厂商代表？那我们是想到说，精密园区现在在一个入口处，如果说放了一个废弃物的一个分类厂哈，真的是很不搭调。不好意思，请问您的企业是做什么样子的？我是做精密机械，就是 CNC 车床。因为在精密园区里面哈，几乎全部都是精密机械。那当时是经过600多家申请进驻哈，然后第1期就开放93家，那现在第2期还有一个44家，其实总共应该是137家。那这个精密园区啊，它是精密机器。那如果说在组装的过程，弄一个废弃物的一个分裂厂哦，在这里门口哈，尤其像说西北风哈，都会吹到园区里面，对这个园区的一个组装的品质哈，可能都会有影响很大。所以它如果成立这个处理厂，它是会在进精密机械园区的入口的地方。它是在向上路哈，因为整个大台中合并之后哈，你像说台中港啦、龙井啦、清水啦，包括大甲有部分都会经过这个入门口，就是在进入台中市的入门口。那你如果在这个入门口哈弄个垃圾场哈，我想这个影响整个园区，包括说品质，影响整个地区。那刚刚副局长讲到说，这个废弃物的处理厂哈，他用什么洒水哈？我想到说，你洒水，你排水怎么处理？我想说，我们请建商哈。在弄这个废弃物的处理厂，是不是说另外寻一个比较适当的地点哈，给一个台中市精密园区，给一个南屯区比较一个好的正的门面哈，
我是希望说，我们环保局这边哦，在个核发执照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地方的民意。以上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厂商代表要来发表意见？大家好，我公司也是在精密机械园区，因为精密机械园区所有的厂商可以都经过台中市政府的严格的把关，才进入这个精密机械园区。这是一个台中市政府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环境，所以我们的厂商也投资了非常多的大笔的金额。如今以你们公司投资了多少？我的公司已经投资了5亿。包哦。括硬体还有设备。也是08年底进驻的。对，我们都是96年的时候。经过台中市政府的评审，进入这个园区。所以你们对要成立这个处理厂，也是担心粉尘的问题。对，不只是粉尘，而且机械的外表，因为早上如果机械要出货，准备下午要装柜子的时候，可能外表就糊上一点粉尘，这样子，我们的机械大部分都是销往欧美各国，而且甚至于都是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德国，而且德国也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国之一，都是标准很高的国家，这样子。是的，对，所以我们所有的厂商可以说是，如果这个废弃物的混合性的处理厂进入的之后，我们所有的厂商可以说是大家一同的奋死的抗争到底，而且反对到底。好，谢谢。是不是还有厂商代表？好，请。有关于这个头拄仔这厂商一直反映啊吼，讲这个粉尘，伫这个粉尘的中间，伫咱这个做啥？你知焚化炉的南侧啊吼，有一个空气品质监测站。空气品质监测站的中间，这个粉尘有3个阶级的监测 ，TSP、PM10、PM2.5，这拢已经日平均值啊吼，超过吼是四常的代志。变成讲环保局伫阮遮甲产生污染，还阁无够，要阁引进厂商来遮甲污染，安尼敢对？啊，阁一点，我感觉伊这个位置设在遮真无效，因为安怎你知道？40米的路边，精科精密机械园区的入口。你甲讲哦，做啥？你知道讲20-30年前的规划，就是遮要垃圾场。迄20-30年前、20-30年后发展到什么所在去啊？抑阁咧20-30年前的代志。20-30年前，你若袂使讲我拢牵狗来遮放屎，哪会使安尼讲？20-30年前，甲即当阵周边的进步，甲无到一个程度，我会使安尼讲。全台湾全省无有迄个40米的路边，就是咧做卫生烟霾厂啦。嘛无人会做啥，你啊全世界嘛会使讲都在看这个笑话啦。谢谢。也个向前对蔡天的环保非常嘅关心，也个专业也非常听得出对在地的环保相关的事情都非常的了解，也非常专业，非常关心。那他其实也讲得义愤填膺哦。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庆州可以说一下，就是。其实刚刚我们的厂商代表也有讲到，其实也有个我觉得啦，有一个利基是说精密机械园区在这，所以这个案子如果说在地乡亲希望它不成，其实它不成的几率好像高一点，因为政府想要发展经济，那经济园区其实这边的产值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厂商非常反对，大概要做成的几率也不高。那刚刚乡亲有提到说。位置不对，就是其实这边是比较高的地方，对不对？就是西边这边，南屯的西边是比较高的，然后东边比较低的。那您可不可以说一下，以您社区规划的专业？其实很简单嘛，我们在社区营造的这个观点，其实对任何的设施都会有基本的那个基础的填调。这一方面，我们希望说在都市计划的分区使用这边。相关局处单位其实要去思考这一个层面。另外，从我们社区营造的观点，我们希望这些邻避设施下去了，尤其现在既有的，其实各相关部门其实要去思考这样的区块使用是不是能够融入我们社区的参与，能够共同来监督它。而且现在虽然我们有既有的在地的监督机制，我们更期待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监督机制能够现代化，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空气的污染的这样的监控设施能够大量普及，再来就是一些
土方的堆砌场能够有及时的它的堆砌量的一个及时的显示的这个设施。另外更重要，比如说我们的砂石车的整个路线的控管这一方面，应该要因应我们现在整个都市发展做一个另外的规划，否则像我们永春南路那么狭隘的空间有公车有砂石车，其实这个非常危险再者，我们希望现在的邻避设施，希望能够分着去检讨，是不是有设施更新的这样的需求。这个对我们当地，尤其 K 塞这个区块的生活品质是影响最大的。好，董老师，您也是这个规划理论的专业哈，以您看这个地方，就是它有可能，其实台湾面临就是。我们都知道邻避设施要找很少人的地方，但是台湾还有这种地方吗？就是大家每个地方都住那么多人，他要怎么去兼顾呢？我觉得刚才其实这几位厂商还有我们乡亲讲得很好，就是说政府在整个发展过程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全盘的思维？当我们现在已经把精密园区放在这里了，那你跟我讲说30年前的地目这里叫做垃圾场所以我继续用合法的地目来做，这本身其实是有一个矛盾所在了。那再来30年前可能这个地区的确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产业或人口的聚集，可是现在不一样啦，所以你不能说30年前我可以做的事情，我30年后重新再来做。我们要去反向思考，是说，那作为一个政府，那作为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公民，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日本，他们现在有一些社区，他们就开始以社区为基础去发展。所谓的零耗人、零污染的完整回收的城市的社区，那个社区里面基本上垃圾几乎是减量到0，它的垃圾基本上是大家是不出去的啦，厨余什么都很多方式可以回收。它是不是还是以家庭的？它是一个社区为单位，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生产物。可是你的生产物搞不好是别人可以利用的东西，你的废弃物是别人可以利用的东西，所以整个社区透过一个完整的系统，在一个社区的基础上面，我们重新去架构一个新的社区生活方式。这当然也包括要求我们自己不要大量的去浪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废材。可是相对来讲，政府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包括我们学术界应该要帮忙的，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发展这样的知识，去推广这样的知识，重新去建构在一个科学的生活上面。那么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社区的生活，同时站在社区的基础上，我们把整个的能源跟整个的资源重新做完整。我相信工业区在居民的生活里面，大概也是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威胁啦但是这个工业区的威胁是不是可以转换？包括说，难得我们可以看到说工业区。的厂商愿意跟居民一起来共同反对一个邻避设施的设置的时候，可能我们下一步要去思考是工业区的某一些设计比方说它的能量、它的热能、它工厂的热能，能不能引导进入社区里面，成为社区发电的一部分等等这一些，其实是可以改变我们社区的生活的状况。那这样子，我相信副局长也会比较轻松啦因为。今天你抗争完这个，明天就会有别的事情来抗争。现在就是遇到这样子的。对，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说，在新的科技技术的思考之下，重新去规划这个城市的发展，而不是说我拿30年前的地目，然后来讲说，所以我今天可以合法的这边盖。我想这个的确很多人不能接受。可是邻避设施的存在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应该要用更新的科技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说反正邻避设施不要在我家吞到别人家去。老师提供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经济发展越来越高阶了，那我们的环保可能也要更高阶，那个思维也要更高阶。我们第一阶段的讨论先到这边，了一下听够多种了，村民台飞的现场。村民台飞今日来到台中南屯讨论嘅係有關一隻嘅尤其文山里已經有按多像陽霾蟲焚化蟲歐洲水處理蟲也得還愛去可能愛去伊啲一個營養分化物一個資源回收分類處理蟲
头头替改团台改有共斗台改给手里。我们刚刚第一阶段有听到很多乡亲有提出自己的忧虑，那我们继续再来开放好不好？就是各位乡亲还有没有想要发表意见？就是对听到这里要建处理厂有什么样子的担忧？向上路者，要来甲设这个废弃图，我感觉真无适合。拄仔咱副座有讲一个吼，地目的关系，我简单一个给你建议吼，一个是学校用地。我可以申请来我的土地盖一个小型学校吗？一个公园预定地有我的土地，我可以来申请小型的公园来使用吗？你这是骗人的哈，不能拿这个地目来欺骗老百姓。这个可以咱的监察院有纠正过台中市政府，你30年无在了使用这个土地，你爱限落老百姓，你宝山里就。都一块地，公监体育我就甲归纳，伊无在开发，爱限咱老百姓。你本所用地，不能代表说要去开放给某部分的人去做盈利，安尼你的环保局做都唔对。你会用甲你的所有的示范区域，咱的环保局资源回收的示范区很多嘛，来盖一个示范区来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带动我们的那个产业的这个门面的发展。这是真好的所在啊！你唔来朝着这个方向走，走得越走越低，把这个台中市的门面搞得越糊涂啊！我是感觉这点吼互我讲我听袂落，我听到我安尼足落来所以讲咱要朝着一个地方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来这个方面来行。谢谢。接下来还有没有乡亲要发表？好，请。我为什么坚决反对？各位知道吗？建筑营造废弃物的那个。落成量有多大？台湾每年在吹南北风的时候，吹北风是大于吹南风吗？大家拢嘛知影，吹南风，大家拢嘛吹南风。一出来的时阵，它的角度是多少？180度，所以都是往我们南边在吹。180度就是我的眼睛所看下去的全部都是。对各位的影响在哪里？因为建筑营造废弃物里面。它所产生的毒物，不是说我今天所能看到的，因为咱乡亲住伫这30年、50年，你这个东西接下来的时候，3年、5年，我们的身体健康会遭受到影响，所以我极力的反对我们的这个营建废弃物的这个厂在这边设置。是不是还有乡亲要发表意见？好，请。我嘛无希望讲将一寡无好的物件，佮继续伫咱文山里这个所在，佮影响大家身体健康，佮生活这废弃物一定是一个大台的遐沙石车咧载，这目前交通已经真复杂，佮迄个佮增加这个物件，一定对居民迄个安全上带动真大的危险，我无希望伊佮继续伫遮，谢谢。好，谢谢。刚刚我看是不是还有乡亲有要发表？好。以家庭主妇的你创落看啊，咱文山里已经有个垃圾掩埋场、污水处理厂、水肥厂、焚化炉，按照骗人无爱个设施都设咧个文山里。也还有加一个营造废弃物处理厂二类WA 设厂。唐岛安的太家居民要动担心嘛，因当希望做得留个后山后水本来后自顺。拜托市政府毋好同个骗人无爱个设施全部设咧在文山里。也拜托市政府毋好同个文山里的居民当做二等公民来看待你迄加多亚的是咪？加多亚，你哪人？我是桃园人。桃园人，桃园人，加过来，谢谢。谢谢那么多乡亲发表意见刚刚我看副局长一直在做笔记，你是不是要回应一下大家的意见？我先跟各位乡亲家报告了这不是说3、4年的地目分期使用，那环保局不用，然后再引进因为这是台糖的土地那他已经跟台糖承租，那依照刚刚我跟各位报告过的，它是依照台中市奖励投资公共设施办法来申请。那行政机关必须要接受申请，所以我们也依照申请的条件第7条，就是这个办法的第7条来做相关的公告。
那我们也接受所有的乡亲的意见，然后我们来做相关的审查。这一直在跟各位报告过，并不是环保局允许他来设厂，这还在重申跟各位做一个厘清。那它是不是有毒物质呢？在刚刚也跟各位报告过，环保局如果我们要假设了哈，这个案子能够成立的话，它在设置过程中间，它的车辆进出、它的堆置场，还有它的投入口，我们都会做监视系统，直接跟环保局来做相关的连线，这我们的一个措施。但是我还是跟各位报告，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会依照各位的意见来邀请相关机关，也同时我们会邀请你这边公所这边同时来做相关的审查，是不是同意他准或者是不准？这我们还有一个程序，这程序我们必须要走完。那是有关于我们有谈到混成的问题，混成的问题并不是说它已经设厂了，所以引起混成很多。因为我们现在晓得，工商业发达的情况下，我们的废弃物相对的多，我们的交通流量相对的多。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要靠大家共同来努力。因为这个案子它是奖励公共设施，所以厂商就是可以来申请。那刚刚副局长也提到说，其实是要听乡亲的意见，然后再来审查。可是感觉说这个审查是说，它的重点就不是看设这个厂有没有必要，而是说，我觉得他的思维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以我们老百姓立场，可能会觉得我有必要是前提，再让你设。但是奖励公用设施，它的前提可能不是必要。我们会做审查。各位如果认为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精密科学园区的生产，都可以提出来，会影响到我们地区的一个环境卫生，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大家都可以提出意见来。最主要的是，这个厂它是不是有必要，有没有替代性？那厂商的营运的能力，提出就是我们相信的一个意见，他有没有办法提出来一个因应？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可以当地的民众能够可以接受？这都是在我们的审查范围内。所以等于副局长听到了大家的意见，您会去要求厂商要有一个回应，有一个说法。我们在审查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在地的里长，我们会邀请我们精密园区这边的代表来做相关的审查。我们会邀请台中市政府相关机关来做相关的审查。审查完了以后，如果不准，这个案子就终止；如果准的话，它的设施还要经过来审查程序。好，这要跟各位报告。谢谢谢谢。董老师，您可以延续我刚刚那个问题吗？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不同的思维，就是有必要，但是我需要多少来处理这些营建废弃物？我觉得我们政府可能没有很整体的思考，所以就变成说，厂商他觉得我这边有利可图，我就来申请。但是，一旦政府没有整体思考的时候，我就很难去知道我要不要让你申请。那就变成只能说在地反对声音大不大，然后你能做到的环保的标准有没有到标准，就只能变这样子。台湾我们每一年盖的房子真的是超过人民生活之所需啦。对。可是我们反过来看，它所生产的废弃物，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或它的工法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比方说，我们看日本有节目叫做那个全能住宅改造网。大家如果去看你就会发现说，里面的建筑师都非常巧思，就是他是把房子重修嘛，重修的过程里面，它很多的东西，它有把它留下来继续再使用。那日本其实跟台湾是一致的，我们都是所谓岛国，岛国最大的困境就是没有什么土地。那人要自己住，所以垃圾没有地方住，这个其实是一个现实。那在这个现实之下，就是厂商必须要去思考的是有没有这些技术去做改变，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去要求政府说，那你帮我找地，
那政府只好被迫说去找地，或者说告诉你说哪里可以有地，好，最后就造成政府跟居民的对抗。那其实真正获利的是厂商。这件事情应该是三方共同来做，也就是说，厂商应该去思考的是，他要怎么样去改变他的经营模式跟他的新建模式。那第二个，在这些模式都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科学方法技术用完之后，那我们还有一些废弃物，必然会产生的废弃物，我们要怎么处理？它可以放在什么地方处理？那才是第二件事情。那当我们决定说有这些东西，它有一个必要性的时候，第三件事情才来讨论说，那它可以设在哪里？那设置的地点要怎么样子去讨论？就是做哪些评估？那这个都是必须放在一个整体以台中市为发展的一个架构去思考。好，那所以我们就是必须去回应去说，与其我们只是坐在这边单纯去讨论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对立，我们其实应该去把第三者，更重要的第三者，把它纳进来讨论，就是我们的台中市的这些厂商。这些营造厂商，他们有没有尽到他们应尽的责任？他们有没有去改变他们的工法，去让我们的生活在营建过程，在整个改善过程里面有更多不一样的做法？事实上，营建商非常暴利啦。我坦白讲，营建商是一个暴利的集团。那你愿不愿意多花一点钱去投资改善？这个完全看就是说。相对来讲，也是政府跟人民，我们愿不愿意去逼死这些厂商去做一些技术上的改变？好，谢谢老师提的是很高的高度哦，去整体思考这件事情。那当然，除了我们去讨论这个处理厂要不要建以外，我觉得就是要有这个更深的思考，我们才会有比较新的观点去看，而不是只是说它是简单的邻避设施。那阿柱，你要不要补充一下？就是你自己这样子听到，其实老师这样子的高度，对在地来说，他的困难也是说，我有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决策圈去？提供这样子的意见，让政府知道，让营造厂商知道，其实对你们社区规划师，其实你们都是很有理想，要帮社区做一些事情，有更好的未来的。但是对你们会不会很难去提供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公民团体长期，尤其在社区营造这，其实我们每年的在台中市执行的空污基金啊，几乎都在做监控。是不是能够去调整空污基金的执行，具体的补助各个社区去做一些绿美化？在这边，尤其环保局的业务啊，我具体的建议，像有机肥的补助啊，实际上尤其我们在大肚山脉这边啊，过去山上是很多树林，尤其赤竹，是不是在我们的现在有限的空间尤其一些志洪池的周遭，是不是那种广植赤竹林？因为过去在我们整个这个社区发展，赤竹林守护我们的土地、净化空气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是不是在这样的发展的历程，大肚山在一些闲置的空间、土地，能够规划成市民的林场，来净化我们都会的空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样的历程，我们尤其面对空污，我们几乎没有积极作为啊。环保局在推我们的垃圾掩埋场的那个，它会设很多一些，比如说太阳能的设施。其实我研究还有记录整个大肚山啊，其实过去我们的山沟守护土地就是赤竹林，还有一些原生林。可是，在开发的过程这边，尤其大量的工业区、精密园区都铲平了，很可惜。所以我们现在的粉尘量会越来越多。所以透过社区营造帮助这些在地的社区致力发展一些守护土地的机制，尤其市民林场这样的概念，其实值得我们同市政府各个局处去推广。好，谢谢。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是不是请我们3位来宾来做个结论？就是我们是不是先请副局长，就是听到乡亲很多的忧虑，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预测说，其实他要建成的几率不是很高。谢谢各位乡亲。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在日本，刚刚我们董老师也谈到，在日本有一些沥青厂，它是一种封闭式的，它对外面不污染。那这个案子在这审查过程中间，要申请过程中间已经开放公告30天，
这30天听到各位的声音，我们会把各位的声音放在我们审查的一个机制里面来听听，来作为我们同意不同意。至于是不是说厂商他有没有替代方案，对于我们乡亲的一个需求、一个反应，有没有提出一个解决的一个对应，这也都是纳在我们的一个审查中间的一个意见里面。如果我们今天的讨论能够激发更多的意见，我们随时都欢迎各位乡亲把意见提供给环保局，作为我们来做准或驳的一个参考。那我们在此也再度感谢我们南屯地区跟我们文山，最主要是文山所有的乡亲能够容纳台中市政府在这里设了一个垃圾掩埋场，谢谢。好，谢谢。其实刚刚副局长有提到，就是对啊，就像董老师说的，环保局也很难为哈，有慢慢可能有一些进展，但是它的进展够不够上这个我们发展的脚步？那庆州，你今天听了这样子像董老师啊，还有各位乡亲，你们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个案子，你们还想要怎么做吗？其实我们要把视野放大，我们要去回顾整个大肚山的发展，我们从在地的文史来探讨。其实现在各位如果有机会来到南屯 K 塞这个地方啊，你会发觉很多市民来这边骑脚踏车，因为大肚山有，我认为是全国最大的、最好的一个观景点，几乎在望高寮地区是360度了。所以我们具体的建议，市政府应该结合在地社区，去调整整个大肚山的发展。现在既有的这些工业区、林地设施啊，其实我们应该去思考、去回归100年前的大肚山的发展的那个场景。其实它是守护我们台中地区的一个红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应该是比较低度的开发。所以在这边我们希望能够在以现在的发展趋势下，能够尽量回归自然，能够多种树，让我们这边守护我们大台中的一个空气品质。这样可能在整个也比较符合我们当地的整个发展的特性。好，谢谢。董老师就是庆州说到，其实是他们在地要继续去做的事情，不管这个案子要不要做，都要有比较久的、比较长远的想法。那我觉得庆州很有趣，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我们要一直发展，回不去了，我们不会去想到100年前的事情。但是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有啊，我们100年前就有了刺竹，我把它种回来啊，我这些可以守护环境的东西，我可以把它种回来，可以去试着去这样做。那您最后是不是还有什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案子，还可以更高的去看到一些什么？要解决这些今天这么多的抗争，或者说这么多林地设施设置上面的争议，其实第一件事情还是在于开放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把资讯、资源、资料，公开给每一个市民，然后市民也主动的去理解、发现到底市政府做了什么，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哪些事情被改变了。透过这些 open government 就是说开放政府的这些资讯，那我们重新去理解、重新去思考，就如同阿啾所讲的，到底我们这个社区是什么？我们本来叫犁头店，犁头店的意涵是什么？南屯的意涵是什么？这里都是过去从清代以来台湾最具有发展农业潜力的地方，也是进贡日本天皇非常重要的米的故乡。那这样一个好的生产的基地，那么随着工业化、随着都市化的发展，我们慢慢把它变成是过去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是最喝雅的人，现在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变得好像是都市最边缘的人。事实上，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那包括说新的产业的进驻，那它对于地方的发展会是什么？我觉得在这个案例上，我个人也非常高兴的看到说，至少工业区跟我们的住民开始携手来讨论，我们怎么样改善我们的周边的生活，怎么样改善我们的环境。我觉得这个精神要往下持续下去。那所以开放政府把资讯公开，
然后透过不同的公民的参与的结盟的模式，我们重新去思考市政，重新去思考我们的生活环境应该怎么改变，然后最后我们去要求有能力的人去提出更好、更具有科学性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邻避设施不是突然出现，邻避设施是人的生活行为的一种。那么如果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去降低这些邻避设施？好，谢谢。其实村民台啡哦，一路以来，顶上喺讨论呢，如何要种，我哋讲邻避设施，如何冇睇眼路卡后背嘅要种嘅设施吼。唔过今日嘅讨论，我哋除了讲，我讲到讲，当然在地乡亲会希望把这些东西都推出去，不要在我家附近。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能在这边一直打转哈。所以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去讨论刚刚很多贵宾都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有更高的思考，是不想在我家，也不想在你家，那要在哪里呢？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这个设施变小，这个设施变不见？这个如何非常重要，太嘎如何讨论那发题，不然就会变说，常常我们村民大会就是我到这边来，大家说不要，那边大家说不要，大家都说不要，那这些东西如果它有必要，要怎么办？那我也希望讲，今日安尼讨论会本太大家一条新的思考。我想讲，其实也规个如何安尼的土地，唔係像一隻里、一隻鄉、一隻縣天天，安尼也像喺思考講，係咪對我自己做意思吼？安尼還是得本一個一塊土地會行過好。非常感謝鄉親朋友今日坐到也跳動之後，同安尼傾下討論，感謝鄉親的收看，安尼再會。